哎呀，你好，请问这里是不是定制首饰的？对呀。我呢就是这个孙子马上就要周岁了，所以呢想把几样旧的首饰弄成一个手镯，你看行不行？可以啊。这个呢是我婆婆给我儿子的，这个是我的陪嫁，刻上一个小兔子，可以吧？啊，行行行。22.93块，我给你测一下斤。如果我不在这里定做首饰，能不能过来检测啊？可以啊，5月份全部免费咨询，不管你是不是在这里做。哎呦，手镯好了，99.99，这是最高程度。哎呦，我的项链好了99.92。今天我终于看到了，真金不怕火炼，我个背高这样扣得紧。这就叫浴火重生。好了，哎，怎么就这么一点点啊？这是20多克，很重的。登登姐啊，有经验。你这么敲能敲得成手镯的？对呀，都是这么敲出来的。对呀，越敲越长，越敲越长。哎呀，你捣鼓了半天还没好啊？否则我怎么收你30块钱一克的加工费的？我以为一会儿就好了，立等可取。你今天有事了，你明天可以来取啊。这样想法方式也来不及啊！放100个心，拿的时候给你检测报告的。我只相信我个眼睛，快点来看看我个背高。现在就是要把它变成圆的，是吧？对。你这本事是哪里去学来的？祖传的。14岁学到现在，怪不得你手上戴着这么大的钻戒。看来这一行啊3克拉的，可以来跟我学。你要收学费的吧？收，不收我怎么吃饭的？哎，你怎么在错啊？那我这个金子不是要少掉了吗？不会少掉的，我们包你零损耗的。那个你看零零碎碎的也不少钱呐。对。哎，那你磨在这个水里面的金粉你咋弄啊？到时候我们提炼的。看小兔子这样的，就是一个图章啦。对呀。哎，有了这么一个花纹呐，这个东西顿时锦上添花。哎呦，正正好好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你就像神仙。99.92，这是我们的收藏证书。660块加工费，臭！都比你现在买黄金合算。哎，我顺便问一下，你们这里项链能不能加工呢？可以的，但是项链吧，技术要求比较高。我们这位师傅金丝都能穿过绣花针，所以嘛，项链都是小意思。是驴子是马，牵出来溜溜。你看也看过了，什么时候来加工项链啊？我要回去问一下我们家那只铁公鸡，因为那个大戒指是他的。铁公鸡是谁啊？孙子他爷爷。